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来，今日轻松来开讲俗语，来讲迄个俗语吼，讲斗句，毋过顶下句排比，两句互相中间无啥物牵连。咁有这个俗语，来国情讲头一句，讲关门的窗，买米的看。咱看到真济，走江湖摆场，但遐伫咧画艺品，才大兄大姐。见面咧叫人去叫伙，就会讲关门就窗，买米就看。大家挖过来，我遮好物件上介济，咧提醒你讲买物件就爱看。啊，这甲关门就窗哪有关系？顺连讲拢无关系，顺连讲拢讲斗句的尔。所以伊要加强，要强调，一定后壁即句要甲你提醒讲买米就爱看。你毋通正钱去共买着假物件，毋通正钱去共买着歹物件，安尼叫做买米就看。再来第二句。第二句原来敢若顺连要斗句尔啦。顶句讲钱无用是铜，下句讲插无做是人。啊，钱无用是铜，这古早话啊，因为咱知影，较早铜钱啊铜拍，顶头个印字公私通保，道公通保。钱若无用，偏伫遐都是铜，都无啥物价值。啊，若插无做，就有价值啦哦。插无做是人，就是表示讲已经社会甲谴责、法律甲制裁过。今仔日收卡洗手，重心要做人，伊就是甲人有坐徛。咱唔通另眼看待，唔通用迄个藐视的眼光，唔通伫尻川后安尼甲伊欺侮饲厝。咱就要体会讲，产也无要做，重新收卡洗手，要做正经人。啊，若安尼就袂输钱无用是铜。这两句有啥牵连？国正咧讲，听起来敢若无牵连。虽然就是要讲斗句的尔啦，钱无用，敢若是铜尔，无价值。插无做，真正就有价值，就是人。咱就爱加鼓励、加赞叹、加期待啊！过来第三句，原来顺连，敢若讲斗句，讲两句音，互相互你好记尔。顶句讲有食有行去，下句咱拢知，有烧香有保庇。当然啦，这个食淡食咧解说是啥？就是食药仔的食。过去一句对诗。讲叫做丹歌完善无人见，良心制药天地知。你若真正照良心咧做药的，丹歌完善无人看啦。毋过做出来这个药啊，无乌白掺，无乌白烂，食了真正对身体有帮助，无败害。有食药，当然就有行气，这咱知啊。啊，那后壁这句咧，不做骗着咱的香烟，知影讲，咱单情的地主，咱落下的地主，遮尔啊诚心。当然，不做都要保庇咱这虔诚的地主，元神光彩，世事无灾咯。所以毋则讲有食有行去，斗句就是要讲有烧香有保庇。咱若代志有做，一定都有功劳，有去出力，有去拍拼，一定有到迄个好的成果。这就是俗语斗句要互人好记，真趣味，真讲究，搁真艺术的所在啦。